再来看屏东的小琉球，最近这几档游客真济哦。之前有载游客的船冲入去渔港附近的渔船的航道，影响到航行的安全。昨中岛又有一只船去弄到唱水员，因为事发的地点算是开放的水口哦，无航线的界界。有唱水的教练就呼吁业者来做伙来注意安全。大鹏湾的管理处嘛表示讲会加强宣导。唱水员浮在水面大声喝休，屏东小琉球的美林东沙堡外海70中岛发生一桩五六船弄到自由唱水员的事故，加在有随来发现无造成人员伤亡。确定他们有看到我们，请他们离我们远一点。我们下面有潜水员，但他们就还是从右边切到我们正前方，可能因为这样被流跟浪打到我们浮球碾过去，导致我们的连接绳断掉。根据了解，发生事故海域是当地正热的唱水景点，常常有唱水客、五六船也个迪拜出现。业者表示，东港船附近是在接爱空气干扰落去唱水的游客。海面上有自由潜水的17个，有4颗球浮球它都是绑在底下是固定的。船长会闪人，会闪浮球，结果他那个浮球应该是没有绑。就我们船靠近的时候，它被吸过来，然后绳子被割断。相信大家都是热爱这片海洋，所以还是要以理解、包容、友善的心去互相面对。人和船的冲突直接发生，也因为当地是开放性水域，无航道或者是唱水的分界。管理处表示会加强宣导。潜水船舶以及潜水业者之间要互为警惕、互为注意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，以为大家的安全。小琉球这几年因为游客人较侪，进前就捌发生水上游客走入去渔港附近的航道耍水，着惊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，会造成真正的伤亡。唱水教练也呼吁业者之间应该爱保持理性，找出共存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